點樣操作？我哋會根據你現時嘅收入，而唔係你過去嘅 TU 記錄，去審批一筆足夠你還清所有卡數嘅貸款。你用呢一筆錢一次過將所有年利率高達36% 嘅卡數清還，從此你只需要向我哋一間公司用一個固定而且肯定比信用卡利息低得多嘅利率去還款。咁做有咩好處？立即止血，你即時終止咗信用卡嘅高昂利息，唔會再利疊你，重奪主動權，由每月被動還面期變為一個有明確還款期、明確目標嘅計劃。你知道幾時會還完，重建曙光，保護信貸。由於我哋唔會將你嘅貸款記錄上報 TU，呢個操作唔會再進一步損害你嘅信貸評級，俾你一個機會慢慢重建財務健康。坦白講，我哋嘅利息一定會比銀行高，但絕對比你繼續拖欠卡數嘅利息低。我哋嘅角色就係喺銀行閂咗門，但你又未想放棄嘅時候，為你提供一個中轉方案。一個讓你咁 reset 重新開始嘅機會。各位年輕朋友，月光族並唔可怕，可怕嘅係放棄改變。請你今日就開始試下我頭先講嘅理財三部曲。但如果你發現你嘅債務問題已經大到單靠習慣無法解決，請你唔好逃避，亦唔好感到羞愧。尋求專業協助係一個勇敢而且負責任嘅表現。歡迎你透過下面嘅連結聯絡我哋，我哋可以為你提供一個完全免費、絕對保密嘅財務分析。我哋會幫你計清楚條數，睇下一個策略性嘅債務整合方案係咪適合你現時嘅情況。記住，你嘅未來值得你為佢奮鬥一次。